连任6届无党籍议员林秉利，伫即届当选副议长，毋过因为着癌倒厝住院治疗，嘛因为健康因素放弃连任。26号透早2、3点，因为主动脉剥离传出过身的消息，享受60岁，互各界拢感觉遗憾。议会上午总日顺自由发言，大会主席柯志春甲在场所有官员以及艺术人员全体默哀1分钟致意。以昨天晚上2点多已经离我们而去，过世了。所以，请各位我们同仁以及所有我们的市政府的所有我们的首长，我们大家是不是起立？那为我们的同仁这样的不舍的离去，我们默哀1分钟。地处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拢表达痛心，除了肯定副议长多年来争取地方建设的用心，议会嘛将全力协助家属办理后事。副议长同事6届20多年，他对地方的付出、打拼、争取是有目共睹。那今天凌晨的1点21分，听到他病危的讯息呢，倍感痛心那昨天还在家里因为主动脉剥离而来往生，甚感惋惜。那台南市议会将成立治丧委员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将整个的后事办理的完毕议会义不容辞来做这个事情。今天林秉利副议长的离开，真的内心有万般的不舍与难过。我和林秉利副议长是同一届进入议会当同事，到现在总共有20几年的交情，我们一起为地方打拼努力。我们看到他为地方争取的功效，虽然他身体不适，可是他的意志力跟耐力、精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林秉利做人海派，一生热心助人，对朋友真心相挺，对地方建设奉献一生的时间。有人讲失去林秉利，亲像地方失去一个大家长。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